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每一年的4月到6月是森林古溪乌壳的绿地仔笋大出的时阵。正常来讲，只要有雨水加上高温，这个笋啊拢会发真旺。也毋过今年欠雨水，农民只好是抽井仔水来灌溉，加减来拼一寡产量。啊，讲今年这个总产量比旧年减大约3成。 因为当期欠水和高温的影响，古溪乡今年的乌壳绿地笋会使讲是真凄惨，和永年的产量差有3成。啊，雨又春笋，你就想那春天开始没有雨水的话怎么办？产量大概减少多少？哦，减少1/3有。目前古溪乡的笋农敢会使靠井水来灌溉，若是田边无水井的农民，敢会使毋望天公伯啊，赶紧落雨。 加减去灌溉，所以咱这个产量这个部分虽然有降低3成，但是这个品质的部分嘛是拢要加减笋农拢要加减有收拾。欠水严重，互应该大出的麻地笋、绿地笋收成拢无好，这个状况颠倒互古溪乌壳绿地笋会使维持继续。而咱办理因为产销比例，所以价格还算平衡。放花是今年古溪笋农的共同目标，不过是希望气候会使赶紧回稳。